寧靜的森林水池，僧侶的生活。喺森林裏邊，僧侶可以學習觀察事物嘅本質，指嘅係無常、苦同埋無我，並能夠愉快同平靜咁樣生活。當佢哋環顧四周，佢知道所有嘅生命都會敗壞，最後會死亡。冇任何嘅事物係永久不變嘅。當佢了解到呢一點嘅時候，就會變得寧靜啦。僧侶被訓練要少欲知足，只食佢哋所需要嘅份量，只有必要嘅時候先去休息，對佢哋所擁有嘅感到滿足。呢個就係佛教禪修嘅基礎。佛教嘅僧侶係唔會為咗自私嘅緣故而去禪修嘅，而係為咗要了解自己，同能夠教導他人點樣去平靜、有智慧咁樣過生活。禪修唔只係平靜咁過日子，相反係要去面對自我，就好似走入咗狂風暴雨裏邊。剛開始密集禪修嘅禪修者，通常都會感到絕望。有啲人認為僧侶嘅生活係懈怠同埋輕鬆嘅，或者要俾佢哋自己試下，先會知道其實自己究竟可以忍受幾耐。僧侶嘅職責係艱難嘅，佢哋致力於讓心解脫，同培養包容萬物嘅慈悲心。了知所有生命嘅生滅，就好似呼吸終止一樣。佢哋知道冇啲乜嘢係屬於佢哋嘅，因此佢哋嘅痛苦就會止息啦。如果我哋都老實修行，修行嘅成果就會好明顯，任何有眼睛嘅人都能夠睇得見。其實我哋未必有機會好似文中嘅僧侶咁樣，可以喺森林裏面修行。但係你又會唔會嘗試學習俾自己靜落嚟，真誠咁面對同埋了解自己，學習更平靜、更有智慧咁過生活？不如我哋一齊試下啊！